อุปยอุปเสกเต็งเลยไปว่ากล้องที่เจ้าเก่งจะสีกล้องอิงกู้แล้วลาวแล้วก็จะก็ชุดสีจะเลยสหางตุยลั่นโจหลังสิจินจ้ายาวกินแล้วลั่นเองกายจะไปไหลเที่ยวโหเลยตุยเจียวไอ้กีโวเต็งเลยไปว่ากล้องกุยนาหังเจกล้องกับบอกจะเลยเองโก้แกจะลั่นซอโจเองโก้สิอูแล้วจิตเจียมเฮง就是想讲这个艺术心我要做下面是这个行啦是做我要做像我要保持我有了这个行我把你再做出来这个看过出来那是讲我要拍枪本事这个行แล้ว看到人แล้ว伊阵把酒上我แล้ว我有时讲你看我唔捌啦แล้ว你查某讲我要认路咧แล้ว安尼呢伊兴起啦，伊也都剁啦咧人落去，虾米事？伊讲你站那边见我看剁好落去，所以兴真啊剁这物件。这里是真兴啊，带咱去一位过一位。了最后尾到我有讲这个兴有四项，今日你想要做虾米物件，你做出来，伊有这个死的时间，头一个时间你想了，你想讲我妈才要来报时。就安尼，你思想有呢，这个会使讲因果行了咯。上到讲不得讲上到你这个山，不咧笔字你带落去了，你扛起来，了马仔你做，你看你欢喜心，做了是，伊咧个专在去行了，你笔字碰了，出劲了，安尼你看较慢的是第三项，9点声你要离开伊。生活了，伊长期了，伊开不开滚动了，然后咧就是讲你要离开世间，伊互你看一点保鲜呢，你看，咱照常讲，我保鲜是2-3个月之前我都唔知，但是头脑你看伊紧一直行，了到你要断开的点声第4道，伊出现了，你看你要去倒落了。所以今日我要刷落第2条就是讲这个行真正要紧，听这个3字我听这个行就是要互人知。随你若是想了你的行这个行就是讲你艺术心，你要做啥物，拢总照行了。咱今日你若是想讲我要做一项物件，这个会使讲这个艺术心的行这出现了你看，这个出现了你看，对3项了你看。今日你是想讲你要做啥物呢？这个笔字乌头了，你带落去了，因果随出，这个因果随出，人看无到。但是今日我听你声，随出。过了较慢了的点声，伊才出。个原在即时伊出了。第3道过了后时伊要出，加这个3项3个时间，现时你做现时伊行了伊因果了，咱过慢了久也是2-3个月，也是2-3年，也是20-30年，伊出现了你看，大人即时伊出现了你看，咱有的到了后时伊才出世，后来了才是正因果。所以这个我头脑今日我讲头一项伊出啥物互你看，这个人伊若是想我要保持，伊讲明仔载我来保持，这个今日我趁着我趁领着信路了，我要摕淡薄钱，我要来保持。安尼的想呢，伊因果有了，是这个人要做恶本是想，伊想讲我要做这个，我趁欠用淡薄钱。了，我要安怎做？要趁着淡薄钱，而且我来无卖淡薄白粉，所以这个本是因果是水行。伊伫卖白粉的时，伊个这个因果无爽，惊咩？惊玻璃丝啊，惊啥物？所以这个就是讲今日你看一个人，伊在想讲要做这个物件，伊别项行本有伫，别项行做一个角来。所以这个我听讲淡薄，一个互人听，一个人伊来想了要保持，
你看伊伫想讲，明仔我要开六南几类，我要开个20块，20块我想要买碗盏，要煮虾米，我要做了我要拿去倒落西龙湾，还是讲节神的暗，我要去布施。所以伊安尼想，伊会紧出。有的人伫想要布施啊，伊会心欢喜心；有的人伫布施会点啥？伊爱春又爱布施，又爱 break， 又爱布施又爱 break。伊讲拍算啦，免开安尼坐累啦。相边嘅暗把你讲一个回销，两个回销，嫌淡薄好啦。所以第这边本是想伊有这执着，所以现时不得讲啊。伊个随随说嘅就是，讲起你啲布施嘅事，你要大量，咱别个大量，别个好嘅物件本要来刀下手做只，也要出现互你看。and 这个就是讲啊，伊啲大量嘅点啥，伊真正爱咋敢开这个类，这个伊是参这大量嘅物件，伊有啲。若是做恶，他等我只吃了互人声。若是伊这个伫做恶的时，伊本伊会唔好诶做一个教来，因为人啊要做虾米行动啊，伊个心唔是讲一项的心啦，伊会行几哪项，有诶参惊，有诶参欢喜，有诶参啥讲啊，唔知会看着虾米袂想真正一项，所以咱来想看，一个人了伊有了安尼行，伊个喙口业。也是讲伊下手行动，伊出现好看，伊这出现好看，就是讲啊，教伊点啥，伊家己想了，伊讲的行动，讲话的物件，口业，也是这上古做的行动，对伊行出来好看，对伊行出来好看，他听我讲，人听来告诉。所以今日来看，一个人，伊看到一个查某，然伊真正爱这个查某，这个爱就是讲一个行来，叫做桑卡啦，一个行来，这个行若是去了啊，这个贪就是无好的物件，到伊若是无好的物件，伊跟讲话，还是跟下手所做的物件，无好的物件。无条条伊淡薄白片，你看伊讲话，动脚动手，伊下手做唔好事。我讲话较粗鲁的话，本身伊是贪咧贪爱这查某。第二项你看伊行动出啥物啊？动脚动手人，and then 你看，他等伊讲话真正无好的话，所以这个就是讲啊，这个行贪的行。看着别项会唔好会显出来，出现互你看咗一个，所以约会本有，粗鲁话本有，伊个行动本真正无好的行动。这个就是讲啊，你看一个人，伊若是到伊若是出家这查某人讲热滚滚，伊个行虾米啊？伊本伊无惊见笑，伊无惊讲啊。这个无惊天无惊地，and then 伊敢骗话，下有当时你查某你点点对我，你会若是我教因你啊，你会互我热济你会心路热济，and then 你来想看，因为伊爱这个查某啊，伊个这个骗话新闻出来啊，我的心路呢差不多1500块，其实伊是800块。所以讲我也是攞1500块，到来1500块，我若是教因，你教因了未？这里有一个囝咧，讲我也未教因，所以这个骗话有了，这个有一个骗，两个骗，三个骗，你是三个超因果做一个出来互你看。and then 教因若是骗落去了咧，你下晡后过教因我了，你会互我一个月800块呗？来讲，我会互你过骗，骗了咱就想看，把你只800，伊去 sign agreement， 伊去 sign 了，将你发信咯，伊去画好，伊画800块呢，但伊讲话保证我信咯1500块，
虾米事伊惊这个查某卖伊，安尼1500块落去换好落去，摕到咧800块伊夹交互伊个这个第二个girlfriend，咱讲 girlfriend 个，到第二个 girlfriend， 大某要食虾米啊？囝要食虾米啊？你看这边好了，你看伊面割割，虾米事割割啦？他们啦，个大某安怎做啊？cada月子个好。所以你看无啊，一行行来，搁一行行来，搁一行行来，这个就是讲啊，有了安尼款的物件，把你恶本直直扑起来。按这个咱的想法，若是讲一个人的心，若是伊的心啊，听讲这个是欲火贪的爱的流热，甲这个人一拼之前的流热无相，这个看啊叫做欢喜喜。这个喜也无相，那是一个人，伊若是坐禅，伊个心的欢喜啊，伊无跳上个猛鸡安尼。若是讲啊，你若是讲查某讲我爱你的时候，哦，你的心肝跳来跳去，跳来跳去，特别拉面骨啲苦，安尼虾米事啲苦，要安怎样脑家庭了，要安怎拍会贵？所以这边你看，伊惨个真正乱之差。特别一个人啊，伊若是讲听经了，伊知讲啊，不应该骗话。今日若是人问我教完了未？我照讲，你若爱我呢，就讲我是未食着保路啦，我真呢。刚刚真是讲，特别人因为讲啊，伊惊讲伊未趁，所以伊敢骗，这敢骗落去，直直去，直直落，直直去，直直惨。看了我讲，嗰一条白面的人，嗰一面的人啊，伊今日听经了，伊讲，哎呀，安尼样买，所以看，这个我爱这个查某，我本身有一个某了，今日我搁对这个查某，是无是对这条路来，对我欲火爱，我这个爱就是讲啊，无好的，我逐个听说完我讲，这个爱害死我，直直去，直直惨，今日呢我买就是买。后头我今日看到这个查某，哇，心后头爱，特别我今朝我买要决定买，这边就是一个人啊，伊听见了，伊会请本是请啊，特别我讲我听，到水就水，你虾米说，那目标装了另外水，伊行啊，无定就吉他色真正明，正路个真正明，这个可以直直拖路，特别你若是搞的人。看到的是乱命，看到伊偷窃，伊莫看，强莫看，特别心你要强莫看，这个心嘛真正来咯，伊渐渐逼你看，伊加空做你啊，物件甲带你白加空白头壳压落去，这压起个你压着你 imagination 来 ，and then 伊白路安样，特别搞的人直直买就是买，但伊无做。到伊就无做，伊直直去，直直深，伊 practice 到尾来啦，伊个心坐了，伊有入中，到有入中了来看，伊个这个心无爱的心浮起来，你无爱的心浮起来啊，伊把你再讲有影我莫看了，所以这个就是让人看坐禅的点啥，逐位先生叫你讲，看到的是讲，看到，特别袂使看了。头压落去，看到，莫去会记个行，甲无记个行啊，尾来伊正去啊，伊无这个心爱。到一个人，伊若是无爱这查某了啊，伊也无话叫 disinterested， 无爱看了。到伊无爱看，伊会提升，伊会进步，虾米？人讲头伊放，人学落伊放，伊直直 let go。就讲伊会写迄搭，到伊若是会写迄搭，伊个直直坐直直去，你看伊心口伊会行动无相了。淡仔热滚的时，人讲虾米伊敢言敢骗话，他那伊无，正是正，即是即，孬是孬。then 这边不大讲，伊会行动出，啥物是骹手做的物件，无贪嗔痴，伊所想无贪嗔痴。then 你看，到无贪嗔痴，是行动甲随你讲，这两项无，了 disinterested， 无爱看这个物件。then 这边啊，伊坐禅，伊会入中，
到伊入中了啊，伊会当控制，有啥物物件真正水，伊会放迄角，放迄角，直直放，直直放，伊直直去，直直深，直直放，伊直直去，直直深。即过若是查某行过啊，连菜伊本无了。安这查某看，故事安怎伊看着我，伊爱看啊，看着我连菜都无，因为伊心啊，阿无我讲 disinterested， 无爱即个物件，安尼无就是无了。安这无就是无，就是讲，因为是界限，伊会入中，入中了嘛，咧故意入定，到伊只入定了啊，伊会落，即个落叫做内心的落。内心的落无常，内心的落就是啥讲，你若是钓目标，你跳起，大龙去抓你落起来看，我听讲咱叫投标，咱你看啦，你走楼梯，你用3步4步，你都只跳起来，安这个就是讲咧 mind like a monkey， 或那是入中入这个叫做内心的落，伊无，所以你看有的人啊，听经伊流目油，这个流目油啊，正是啥物啊？伊是 tears of joy， 流面的心，伊知讲这个是好的物件。所以你看听经啦，有时祭仙啊，有教的点声，伊家是流目油，这祭仙的乐，这叫做内心的乐。按这个乐就是讲啊，真正欢喜的乐，特别伊无做你跳上个盲机，咱你去直直去直直进步真呀紧。所以这个就是讲啊，现实你伫做现实你看，你人直直变，唔使听太看啊。那保时真正坐，你看，达人保时转来一看，哦，今日我保时人着坐吼，看达人啊，这个你看念安尼坐人来斗support我，伊欢喜，这个就是叫现实式的这个因果，互你看。个一号款的因果啊是，达人即时，特别伊无讲随随式，伊较慢式，而这个较慢式嘅就是啥物啊？一本4项互你看，头一项啊。你看咧上古咧，咱讲这个心的这个心的，像讲物质，这上古啊，你看伊变啥物啊？前下古啊，你的人真正咕噜咕的人，甚至你直直保持，直直保持，你的心直直软，直直软。不交的时候，你看着人啊，你会讲，无啦，去别位啦，去隔壁土啦，去隔壁土。他那你就保持了，你的心直直软。今日你看。你看到的时候 ，OK， 我去摕淡薄物件可以，你欢喜这你爱做，所以这个较慢的叫做 transformation， 你人变。古时真正咕噜咕，按照这帮过了这个3、4年，我看你真正无像，按这无像是啥物啊？伊个这个心的形变甲古时跳咕噜咕，今日你看伊大量，按这个人来看，今日来学这些。伊直直坐，头你看啦，伊来坐时讲，哎呀，坎坷坐啦，这叫周必先真坎坷，特别直直坐到4、5月日，你看伊面型无像，你若是看有当时啦，我人若是去巴去坐先，3、4月日啦，转来你看无像，无像啥物说，我人形无像，无像啥物啊？正过来摊啊，因来坐先啦，故事过来讲。你知有诶查某若是无做啥物，也是大部分是像即个逐个过来讲咧，只到要看着你本安尼，maybe 目睭无力，特别真正济啊，咱知是苦，咱以前坐这就比先啦，你看伊面青光，咱你看伊面，安尼即班我看你面，甲咱只青甲光 ，because 伊伫训练就比先，你看伊面庄严诶面，即个是现实啊，即是特别较慢了，你 practice。几若月日了，未来你进步，你看你面形无像，所以这个是对物质来，咱的上古变。第2项啊，你少等到啥？今日意思上，我听经了，我听讲啊，就要坐仙，就要啥物，就要爱受戒，所以直直受戒，到伊受戒9点声了，你看过了啊，10年。正年你看好啊，若是一个人正受戒，你看伊面形本无像，你看大项伊要放，所以今日人看，今日人受戒的日啊，你人应该就要关。前下久我无来至这边啊 BBA， 甲摊啊20年了，我有想无？若是讲你原在嗰啲。
古时也恰恰的让的买的累，个他那如果原在 ，that means 你做10分生意了。应该你那是一这是是想讲啊，一高利界，这个你唔敢做，那个你唔敢做，这个帮我无拍，这个抓我无拍。但你看 transform， 古时你爱拍，他那你买拍，他那你买拍，如果直讲我无拍，我无拍。未来你看到你会变小这个物件，而这小这物件，跟看到抓呢，你无想讲越加别人，越加别人，你想讲哎呀，这个众生安怎今日你来这边，你家在看到我无做你，赶你走，我要救你，要赶你走，伊 automatically 伊主动自备帮你。平常时是看到是牙查来，你较慢，较咩啦，伊要走了啦，要走了。但你睇下，你看，伊放，伊 let go， 所以这个transform 到未来啊，你会放迄个，你叫做transcend means 你离开世间的心了，你爱达人好了，这个就是讲啊，不正道的再来。Right concentration， 然后你看到得落物件，你笑爱人好，爱达人好，你无想到你家己爱你家己好，所以你思想变，所以这个是第二项。Your thinking has been affected。你见看物件，你见笑；见看物件，你见笑。而这个就是，若是讲啊，若是一个人，伊若是渐渐借钱，啊了也是想讲一个月界。and then 也是伊渐渐保持，这个加了这个行，伊做路直进步。第三项 innate influences conferring various properties and abilities。这第三项，有的人伊听经了啊，伊所慢啊，伊若是讲啊听啊，咱莫讲听经，有的人啊，伊要做虾米物件，伊想了伊学，这边去学呢。你看，这下伊真正搞了，像有的人学 music， 哎呀，我教你10年了，我still安尼查的手袂软袂虾米。特别有的人你看学2-3年、1-2年、3-4年啦，安怎安尼咩紧？这个就是讲，伊有静下久，伊有查来这个福气。今日的 practice 啊，伊进步真正咩？所以借钱本是想，有的人这边的借钱啊，你看，过了3-4年了。伊气真正深了，有的人借钱啊，4-5年、5-6年，看了我无半行。所以这个就是讲 innate feelings， 伊内面啊，有看到你的潜意识的脉类 subconscious mind， 所以一个人真正进步咩，一个进步慢，这个是对症下久你做出来。这个逐个这套音乐你看，这套音乐有的人啊 musical minded。这音乐伊真正下意，and then 你话一啊，伊进步真正咩？这借钱本是想，啊这做恶本是想，做恶你看有的人你加伊跋筊，今日加伊跋筊，马仔伊家己去佚佗了，伊讲有的人你加伊加伊啊了4-5日个，真係袂晓个，所以这个加了是对这个潜意识mind （subconscious mind），and 伊这个第三项，大人伊有了这个物件。第4項 certain manifestations at time of death。dalam 這4年呢，你看一個人，伊若是講漸漸去做好嘅物件，這個物件要互伊知講要救你了，啊，這個要救你係咩啊？點聲你要離開嘅點聲，伊出現互你看了。所以你看有嘅人真正歹嘅點聲，買來聽經伊變好，啊，你變好伊要去嘅點聲，即好嘅物件出現互伊看。这个阿莫话是 death sign 就是9點聲要離開世間，一出現我都看。而這個真正正是咩啊？對你啲逐個啲做嘅物件，做到未來邊關係，正下久伊唔捌聽經，伊唔捌聽經了，伊唔捌受戒了，伊唔捌借錢。今日伊有聽經、受戒、借錢，到個一個坎站了啊！伊個人直直變了到了。教你點聲主動咧 automatic， 你逐過啲借錢嘅點聲，伊要負起 rising falling。而故事你是歹嘅人，今日你看，
或者歹物件都放迄个，因为虾米说啊？你心变 automatic 变好淡薄了，变好淡薄你可以看着起甲落，起甲落，起甲落。有贪无贪，有升地无升地，有讲声无讲声，无了这个贪钱痴，按这个人草要出事，原在做人，还是无定就出事做硬讲，所以这个四项都要知，咱的物质会变，第二项咱的思想会变，第三项咱的心的内面的心，要学虾米物件，有时真正进步，有时真正退步，这个就是大人这指示，按第四项。到你要死的点声，一出现落你看，你要气达落了。所以为老阿母一老到过头了，今日你叫伊讲来做好来做好，特别今日想要来做好做好啊！特别把你这老过头落毛了，你要来学啊！学了伊未入心，未入心啊！你看有当时这边去叫伊甲伊念经啊是虾米？你看点无点伊个想要去做伊自己，还是要跋筊，还是要问一个 number？伊 still 也未搞伊这个叫做关系的心无个，这个就是第三项，这个就是讲这个人即时要发出来互你看，个就好款的因果咱要知啊，这个就款因果，后时要掠入了，你他那就是随时出事的，随时你他那做，你他那出现落你看。第二项，假如要老了，还是你较。有火声了，伊出现落你看，这出现落你看是叫做 second death。第三号款的就是啥物啊？后时伊要掠你了，按后时要掠就是安尼啊。你来看，今日你来要出事的点声，你看夹过要断开的点声，你会知讲你要去倒落。特别你知要去倒落啊，你要叫讲啊，叫人来救你，若是讲你要去无好的所在，上班了。还是你要去好的所在，真正爽快。而且咧，后时要出事的啊，一本看着四项，头一项咧物质咧香菇，要谈到虾米香菇？今日咱来出事，咱是人的香菇，人的香菇臭，一个头壳，两支脚，两支手，and then 香菇好个了。特别你离开世间了。会谈到对人的香菇呗，无人敢 guarantee， 因果出现落你看。这个 physical elements 就是啥物啊？后过你要出事，那你要去出事啥物啊？你要出事啊？对耳啊听，鼻孔爱耳啊听，这个鼻孔爱味，这脚手爱动，心爱想，目睭爱看，这个叫做六根。这个六根有看到你的因果，前下久你伫做的因果，这个因果就是讲啊，伊带你要去出事啊。人若是好的人，要看到水的物件，听到要听爽的物件，味到要闻味到香香的物件，这个叫做六根的物件，逐项去对爱。这个六根啊，就是讲啊，咱大伫腹肚阿嬷的腹肚的位置投胎的点声。伊的这个六根，逐项要完全的好好。到若是完全好好，是安怎做啊？要想讲啊，就离开这世了后，要来出世伫对这个四项出来，四号款你要出来伫世间。这个世间呀，头一项伊这边断开了，伊浮起一身大身。这个一身大身是啥物啊？无正就来出世天顶的红光，也是 Brahma， 唔通讲已经死了，天台49日，了伊再来去出世，出带伊去出世，甲了拢总无，这边断开呢，噗，鬼身一出来，这个头一个就是有八啲三里，有八啲就是现时这边断开，这边磕落去，头壳暗木管就软落去，无了，噗，一身的红光出世来啊！这个红光来出世，本有了，有的红光有臭味人的本有，目睭较无看的本有，咱鼻孔较无味的本有，这个叫做六根的物件，甲了有当时较无，有当时较好，有当时靠较贵，有的大伫天顶啊，伊管这样啊，伊会知
嘴伫讲话，虾米伫讲话，伊会知，伊系呀，伊成丢呢radio，即安啊，伊会知。所以这个就是讲啊，上古的物质伊来出事 ，spontaneous， 现时出事，这边断开现时出事归先啦，无讲出事一个囡仔。第二啊，上帝大家，这上帝大家就是讲啊，对有这水的物件，伊要来出事啊。这边做人就噗，伊去出事，要大啲有水的物件伊来出事。按这个有水的物件怎来咯？有当时假如有水啊，伊投胎伫遐面出来。像啊，这个咱的这个乌巴拉瓦纳，乌巴拉瓦纳也是一个离歌，大啲咱的福利。按这个查某啊 ，actually 啊，真正大啲莲花会出事。按伊在出事了的时候，自己甲买来一个王仔，了教育你，教育你了，你知伊在出事，伊投胎一个生出来一个囝。咱伊会想讲伊步有了这湿气，这湿气呢499个人出事做一个，所以一个查某来出事500个，这个是附近的查来不得讲，因为伊这个查某真正福气，迄个点声伊来做离歌啊，心动力第一个，真正是有心痛。而且有巴拉瓦那是早几那是伊生这个500个囝做一个。一个正是投胎出来，按499个是对迄个满布湿，这湿了你看，掂无掂伊出现499个人，按咱这个因为伊人要来出事要来生，必政府把这家不打来，安怎做伊人无死，尾来一日大到尾来一日这囡仔一日去长疫，这长疫了人看到无上课无讲，噗！这个500个做一个花心，唔是花心了，人背去一个印度去生必政府伫遐边，安尼有巴拉马看，哎呀，500个我囝做一个无，伊本家己死伫遐边，所以这个是叫做 moisture bond， 对湿气伊生出来。福建的再来有这条故事，安尼款，咱看那听人讲，蛮那会，特别不得讲教咧点声。有了咧湿气，伊会生出来。第三项，安达家有的人啊，这边就对开了呢，伊要去投胎咩啊？啲内，嗰个啲命紧了，再一个人若是讲伊啲买内来食，特别这个内若是有形了，形就是看咩啊？精神，这精神啊有了忠诚了，所以一个人若是去买内来食。实在伊是画一个实性的命，因为这个命这内遐面有。特别若是搞的人，伊要买内的时，伊问看，这个内有参加计格的无？像讲有 cross 的无？人讲无啦，我人是一格的啊，安尼款的内是叫做 unfertilized， 无形的会使食。所以这安大家这是内，这禽兽有。按这禽兽个了，也生啊虎啦，这个个了有。咱第四项womb born， 到了投胎的阿妈，这边断开呢，上边有了一个精神。这边断开，上边出查某的出，甲这大波的出，都掉落去，这掉落去了，还没发生。按不得讲，伊发生3项，头一项啊，这上古要安怎生出来？这个是叫物质。第二项，伊个心后佢要出事，虾米款的精神，搞的人还是无搞的人，拢总会整有条伫这个第2条的，这叫做 atom 原子来。这咱们知就是讲啊，头一项就是讲这上古，第二项是讲这个啊黑base 就是讲伊心把这要出来的这个啊，像咱讲咱头壳吹的呢，咱第三项。要来出事，查甫，伊这边变了，一个人来出事，查甫是对因果来。特别今日科学讲啊，我人会进步，会甲3摆食着药，查甫若是突死食这个药，别日会生查甫，有的人真爱查甫，直食了直生查甫。照福建的在来讲 ，it is impossible 因果查来这个物件。所以今日人伫研究，甲看啊未成功。
所以有了这个啊，人来出事，物质做咱水无水，好看无好看。伫这边咱来想看，你看咱的佛啊，伊来出事的点声，你看，咱来看佛啊，伊到底这个叫做六坎那的经，伊有讲啊，一个佛若是生出来啊，伊有32项的果鸟的物件，对伊上古。头一项啊，你看伊行路啊，若是佛伊行路，伊的脚趾啊，你看好好，同人讲啊，伊无，伊踏了伊脚趾平平，伊人讲啊，叫啥物 flat foot 啊 ，flat foot 啊，踏了平平，伊无讲啊，一个有深有啥物的无 ，flat foot 就是有个人叫，同人话按照叫我袂晓讲，断脚是无？阿无地，无啊，伊毋是阿无地，伊若是踏落时啊，伊平平落啊，阿无地啊，毋知。特别啊，隆重的不大，伊行路平平平踏落去，安尼你若是看好啊，无讲有热有啥物的。特别一般时，伊爱互伊人互伊看，伊到底做互你平互你看，所以这叫做 fit with level set， 平平伊踏。安尼你踏落是平平落，伊举起本平平去，安尼你动着涂骹本平平。我想伊人叫无断脚的，平平直直落安尼样。所以，这个虾米事会骹安尼样，不大讲是对虾米啊？对伊这做人的点声，伊所做的物件，真正特别就少啦。伊啊，若是讲啊，伊无杀生，伊无讲做乱做。and 伊10个部落边会圆满达项，真正 perfect。了，马路这个人才会出事，摊就安尼款的脚趾，平平平。你要去找伊脚趾，看可找有当时。and 咱教伊若是安尼款的物件，不讲，不讲是对伫倒落，对伊的行动，甲伊的心出来圆满达项，今日来伊的脚趾安尼啊。个第二项咱要知啊，你看，达个啊，伊讲话，伊个声真正甜的声，真正好听。这里你看，一个嘎达不如坐伫涂骹，安尼听着佛的讲经，伊一个嘎达不如那一笑，这个声真正好听。安尼呢，一个人叫人啊，伊直要听经，伊摇咧插咧涂骹了。坐伫咧查，坐咧查，特别去查时，过去拄着咧个达布鲁，特别去关咧点声关，啊，你一个声唔捌听安尼款诶声，唔知即个人讲啊，国家人讲啊，是特别诶人诶声，安尼呀，佢咧查拄落去呐，噗一声出事做红光，无贪无嗔无痴，安尼你来看，伊讲话真正甜诶话，好诶话。安尼其他路啊，达人伊讲经啊，多啲手张开伊讲经，特别是算情人来听。安即个滴答落来，伊讲对伊的行动圆满，达项伊所做，下手做，嘴所讲，安这所讲甲做滴答落来，伊讲我唔捌用着一句错话，我唔捌用着一句骂人的话，我唔捌一句讲了人无欢喜的话。所以我渐渐叫老人讲，今日去呢，老人唔通讲就无好听的话 ，sweet words, pleasant words， 爱讲的话，听了爽的话，对大家出去讲甲你父母，讲甲你兄弟啊，买来老人直直去甲你真正好。and 这个就是讲啊，你看不大伊来出事嘅上古甲了安尼，如果来想起来，你看。虾米属于一个人啊？你看，逐个咱的佛有一点，这一点唔是讲啥叫人家下咧不拄啊咪落去，唔是达的佛啊，正叫有一点在伫这边，伊生了一个枝，这个枝有一条手，伊欢，你要去买你卖，伊甲了伊参的手有，所以达的佛正叫有咧一点，这个就是对大陆啊，对讲啊。伊所做的物件，甲了是本是圆满的物件。你看今日你人所做的物件，有清气无清气，有圆满有交热好无交热好，把这出事来真正无像个人。
你看有个人啊，父母无水，特别出事囝，啊，你真正水。有时有个人来出事无水，特别教会声直直变，啊，你17、8岁，啊，这故事看了声，姑妈都，然后我直直看，直直水，这就是教育点声因果的行。正是因果，他那即时你看9点声，一直来，直直食。所以这个就是不得讲啊，来出事，这个4号款的出事，and then 希望讲来出事，这个六根圆满，达行照教，听好，有个人听无好事，有个人啊偏康人啊阿唱，你知无？有个人爱拍阿唱，了你放西放下物件，你行过，你问讲有臭味无？无啦，我都无味到臭味。这就是抽因果的杂意，哈咪说啊，伊这个黑皮话，阿唱，若久了20几年、30年了， and then 伊 sense of smell 无，跌得落来，对正事的因果来。所以你看这个，有个人目睭有来，有无来，and 你需要听真样远，有近才会听，有去挖才会听，有连臭味人做就下本有。所以这个头一项啊，这个物质的上古。来出事，希望讲这六根圆满，而无圆满，对跌到落来，对咱的这个行动，这个咱的这叫做艺术心，咱的艺术心那是清气，伊逐个爱出事，你逐项圆满，那是无清气无圆满。第二项咱要知，有个人来出事，你看有这六根啊，有头壳嘴，有目睭、侧眉。下高，这个就是讲啊，六根无完全，人有六根，伊或者有5根，无者有4根，and then 有诶出事诶禽兽，无目睭，伊用radar就是啥讲用这个风诶树，伊会知讲下要挖壁了，要挖咩了，伊检目睭，这个甲了对峙到来出事，就是前下久伊做无完满，今日来出事。这个六根减几哪行？第2项咧就 sense organ。第3 endowment of wisdom or lack of wisdom。来出事，人希望爱出事爱聪明，特别这个聪明啊，跌倒落来，本是正事你做的点声，你这艺术心安怎样？你艺术心乃是好的，你来出事，甲了搞圆满。and then 这倒落，我逐个来讲，唔通食酒。你食酒了，你人精神变戆大，到这个戆大拍到对来出事，有个人就食酒醉对来拍无惊，骂爸母或是拍爸母，这个是得咯，你出嘅行动，这个甲了是对这个对武器，你敢拍你无你惊，你人唔是做唔对，是你食酒醉了，你食酒醉你敢乱做，这敢乱做，今日来看来出事。大行都输人这个物件，and then 有个人佫拍爸母，佫袂要紧来出事戆大，佫袂要紧，爱落地基起了才来出事做戆大，所以加这个几项，所以这个第3项就是 endowed with wisdom， 有了这个智慧，甲无智慧，对正事咱做的，咱的行动口业减这个物件，减咱的好的艺术心。第4项 deformity of perfect body， 你人看好人的上古啊，有诶真正水，特别你看伊手啊，有诶较低窄，有诶较长，伊无 proportion， 这个对跌倒落来，对你是所做先靠伊诶行动，你伫做诶点声，你这个行啊，你这个虾米行叫做艺术性诶行。无够只圆满，所以你来出事，你看上古有时长底无水无平，就面型你看真正水，特别你看起来，你行路你看野毒，了有当时上悬，你远看了看到你查某，你安尼明着你看伊，所以这个个了当中是 in proportion 无好合，所以这个本是对个咱的这个形。艺术性的形，好你看，所以这个头一项是物质，这物质有了4项，这希望讲啊，咱来出示这个
来像 spontaneous 来出世做硬功，还是出世做 even 地神，哦 even 有当时即药卡即下面拢种恶嘅物件，拢种本是 spontaneous， 这边断开，这边生了。咱第二项就 moisture， 咱在对湿嘅物件，咱就生起来。有嘅人讲杂菌，特别我唔敢讲杂菌，如果杂菌有当时有生脓。And then 安大家有嘅人出世做脓来出世。and 有人来出世投胎是人，禽獸本是and then 来出世是希望講，這六件愛圓滿照教，and 這個圓滿照教對治到咯，跟要做嘅物件，跟大行，好合，正式做好，好就是好，那是無好愛出世無好嘅物件。and then 第三項就要再講啊，愛出世愛聰明。and 第四項要再講，假如我來出世啊，我係上顧嘅 proportion 嘅隆重合起來真有好看。第二項啊，人要來出世啊，一定要出現給你看。這個原子 atom， 這個 atom 是出來阿摩話叫做 mind-based element 係咩啊？成個咱嘅頭殼吹嘅呢，特別意思來給你出世一點嘅原子，而且一點嘅原子啊。那邊有講起了，或者你要出世教個幾歲，然後你幾歲了，你要按照又你要教，還是你要講大，朗中砸來一個行了。所以有個人來出世，少年真係教，你教個一個 accident 啊 ，boom accident， 這 accident 係咩啊？車撞到，你睇你看，唔知人攞禮拜，車了時話戇大，對啲打落嚟。對正事應過來，教個這個點上應過厲了，所以這個就是第二項啊，來出世嘅時啊，一點嘅叫做原子，而這原子就是把日要來出世是你 mind， 是你 brain。第三項要來出世，你看好第三點嘅原子就是咩啊？查甫一出世有你聽，而這個查甫一出世，一個查來咩啊？查來 life element。來出世嘅生活，所以你看下面一扎出來，你要大啲世間幾年嘅點有了，所以你看有嘅人啊，教到10幾歲呢，哎呀生一粒，要去學doctor看，哎呀 cancer， 要20歲死了，到落來正是因果，所以你來算起來，即時伊都無做惡，伊無下面安怎就來，就是對正事，所以這個就是講。對正事一來，第二項啊，對正事啊，伊互你發明係咩啊？發明講出嚟，假如你來出世啊，你要看，你嘅正事啊，有幾啊項款嘅正事，你所想，你人若是謝神人看，點無點你啲謝神rising falling， 按雜相鋪起來，這個雜相鋪起來，對啲打落來。對你正事來，然後你若是睇你上過來笑，咱一看就把你正八項直去，這頭一點嘅就是對正事，第二點嘅你所想你所體會，所以這邊你看，有個人正事伊無，伊想講，本正真正歹生地，所以你看今日來出事啊，伊個雜項，幾粒我聲來講，死鬼啊！我跟謝神，伊跟做亂，我跟謝神，伊跟做亂。升地去，咱第二點個想是這個隔壁無好啦，逐回我啲謝神，伊人 Christian 說安尼啦，做亂啦，這個第二點是你出來想，咱你幫因後過個要出口，個要對到咩？隔壁厝邊淡愛亂咯，所以這個就是不大講，過了就因了就過了因了過，這個是謝神嘅人一看就真正明 ，and then 第二項啊。In the case of thoughts that are avenue free， 有當時啊，這個是咱的正神，伊帶咱要去出世啊。所以當伊來出世這邊啊，伊本早來伊的正神講啊，我要帶這個世間幾年，到幾年了我要離開世間。所以這邊你看 ，function of rebirth， 伊要第時要帶個世間要做久，對正事。第二項啊，伊的正神啊。到要離開世間，蝦米物件要拖去？本是佇這邊
这精神的那边伊要带伊去。and then 这个就是第二项对心的精神。第三项 innate influences。innate influences 啊，就是伊要看人家来出世啊，伊要出世大陆，但南这31年，伊要出世地级禽兽魔鬼妖精妖怪，这个是对正事因果带去大陆出世，啊是今日伊要来出世做人，本是正事，伊个这个叫做咱的伊个这个伊个这个叫讲伊个观世心，伊个这伊观视了。伊所做的物件，像所想的物件，像个人安尼样，伊无讲想 misleading， 有人知今日有个人伊来出世，后头伊是人，但伊所做的物件是恶的物件，所以这个人就是讲 ，he is falling below human standard， 伊所做的物件是要啥禽兽的物件。and then 你看今日有个人来出世，名是人。但伊所做的物件是行善路，你唔捌伊，你听伊唔捌讲小人，唔捌虾米，所以是行善路。所以后悔伊要出世啊，带伊去大陆出世做人。哦，伊若是好，伊出世做红光。所以这个到了去大陆出世，就是讲这个对这个正事。第二项啊 ，physical strength of weakness， 伊要来出世啊，你看。一个人伊来出世啊，另外一上古者永恒，平常无病痛无咩。一个人一买来出世啊，细汉啊，教书咯。特别你去看阿爸阿妈，老人真正好，安怎我今日为囝点样教书咯？这个绝对正事，这正事就是讲伊艺术心所做的物件，无好的物件，这无好的物件是啥物啊？伊爱伤只禽兽。到这伤只禽兽啊，也是伊食指甲爱食甲啦，叮，伊来出世，细汉人啊，你看阿爸无下骨，阿妈无下骨，囝，哎呀，安怎呢？所以对正事来，哦，指甲渐渐可以弄车，慢了骨卡齿，慢了手指，指甲人讲是无啦，你阿爸去买摩托车，我家讲唔通买去买，就是安尼啦，害死囝，实在唔是。教你点声，有了这个事，绝些人去搭摩托车就未弄，按照你自己咁点弄，人过来弄你唔是弄人，是人弄你，安尼就是看对正事嘅了来，所以这个教书咯，也是渐渐破病，有个人破病咩啊？一礼拜7日、5日一行吹路棍，安尼就人讲欠有债，是有债安尼样，这对禽兽伊无自卑，所以今日伊来出世教书咯。所以这个隆重的第二项就是讲啊，对身体健康，人你看正是伊大量，伊虾米伊来出世，今日来看伊来出世之时呢，伊无病痛，伊无虾米，久就讲淡薄，几日啊，阿手，那么久伊好了。特别有个人啊，这边痛，那边痛，这边痛，那边痛。所以这个第二项，第三项 beauty of form， 这个形啊，安怎水，你上古安怎样？9日长，9日短，9日咧，你唔通讲啊，面型水了，特别咧这上古短，咧骹门短，还是手上长上宽 ，beauty of form， 这个本是对正事一做来。and then wealth， 伊要来出世，要来做好嘅人，还是丧呢？本是对正事来，正事伊所做嘅物件，伊大量。到伊大量，伊渐渐保持，伊今日伊要来出世，教会要听待伊，唔是伊听待，教会来啦，伊来投胎啦，伊爸阿妈啲老讲啊，这个我要好来讲，要好来讲。所以第二项伊 wealth， 第三项伊 health， 伊身体健康，这身体健康就是对伊大量甲这自卑甲这忠诚。第四项 fame 名声咩？伊所讲的物件，爱人好，伊去到路啊，伊真正兴，人讲啊，真正好，伊名声真正头。这个是第三项，这个拢种啊，要出世到路，身体健康无健康，水无水，还是有累无累，还是这个上个身体健康，还是讲伊名声真正头，对伫咱的行动。咱的行动有了3号款，1号款的行动，真正大心肝，
一个行动中道，一个行动半做半救，半做半救。像我若是讲淡薄互人听，有个人伊若是要保尸啊，伊无插讲，哎呀，我要保尸啦，拢假啦。有人讲，今来去保尸 ，OK， 我开安尼一个，有人做到了就一路好啊，我俾，然后看伊敢开大量，伊所好的物件，伊所类是啊，伊心真啊欢喜，人伫食啦，安尼款的人，伊早来一个福气，伊要来出事，大家人要闹咧计会，可以啦。了有诶垃圾看你伫食。是几啊？咱请伊一人来，伊带人参伊囝、参伊孙、参伊姐姐，拢总来。咱你看为囡仔落来落去，你看，都是我请，特别我垃圾无爽。是几啊？你看伊做甲不来个，别人要来食，真艰苦，所以伊无欢喜心。所以伫这边你看，伊伊因果甲了无相。所以这个就是淡仔的大量欢喜要互人食。这个啊，又爱请又个无欢喜，又爱请又个无欢喜，像这个是中道的。恁个就款啊，爱保尸，特别啊，逐项伊保尸啊，伊长要生，夫人要生，因为伊买啦伊买只肉啦、鱼啦、虾啦，了买菜啦，买20块的菜，伊要走的时啊，长甲你摕落机来。到个落淡薄落去，但是伊好累啦，伊个出价，虾米说啊？伊垃圾唔甘愿，卖互人食，伊讲我互人食过，特别每一日啊，都是大量，伊今日要食，一般时可以食饭呢。then 我买落伊的，你落伊的就是讲啊，这个 standard 真正价，你保湿啊，一般头切本落一个，所以真正侪人袂晓做这个物件。大量特别搞甲一个砍站了，伊这个爱落，迄个爱落，上边有头铁掺落去，做一个较小的行动出来。然后有了这个三项，今日你看人无像，有个人有累，真正怕，越怕伊就来，今日你看有个人有累，特别伊中道，特别今日有个人有累。特别伊无参人，伊看无互人看，所以你看安尼厝，你去大野厝啊，他等你要转的时啊，啥物？甲苏打洗咧，伊淡仔济，毋知有生味水无，有虾物无？所以伫这边你看，伫咱的行动无像，所以有了这个物件，不得讲啊，人爱出事，关顶、中顶。下顶的人 ，and then 伊所做的物件，真正大心肝，真正中道的心肝，真正小心肝。and 伫这边来看，来出事，无论你是查甫还是查某，向边你的行动甲了无相，是对到了对你心口伊的行动，而且心口伊的行动对到了对你的艺术心做出来，而且艺术心是正是咱的因果来。这个因果要带落去，对这个31年，这个31年，看你要做大的红光，还是中大的红光，还是小的红光，还是你来出事做人，你要做这王牌的人，还是你要做胜利人，还是你要做巧的人，还是你大啲地基，你要大啲大地基，还是小地基，还是搁一个较偏的地基，这拢总是对心口伊的行动。小康的员工会记咱的艺术心，所以到这边咱知，了明后礼拜我才切入讲啊无人死了未来，个要来出事，虾米物件过来出事，咱才听，过计一礼拜了一个条件，所以咱举手起来，咱来回一下，所以一当明日真能好度。Sukitahon dunya tayo idang menya tinang hutu Sukitahon dunya tayo idang menya tinang hutu Sukitahon dunya tayo ita wakta cham hi
สัมปตังปุญญสัมปดังสัพเพเทวาสัพเพสัตตาสัพเพบุตตาอนุโมดันโตสัพพสัมปติสิทธิยาสาธุสาธุสาธุบาวตุสัพพมังคลังรักขันตุสัพพเทวตาสัพพบุตต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ดาโสติภวันตุเตบาวตุสัพพมังคลังรักขันตุสัพพเทวตาสัพพธัมม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ดาโสติภวันตุเตบาวตุสัพพมังคลังรักขันตุสัพพเทวตาสัพพสังฆ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ดาโสติภวันตุเตลองจ้องเพ่งอัน